华视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快乐。今仔日是新历的11月11，旧历的9月22，礼拜二。后来新闻一开始来到这个花莲，因为风台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强盘的效应，这花莲县部分的地区上大雨，其中万影乡的明里村，因为徛伫马大安崩山湖的下游，昨尾仔晚烂土水冲入去庄头，淹着大排水沟灌入去人家厝，场面惊险，居民是活要惊死。现在车子被冲着跑了。画面中，一当看到一台轿车好窜落的烂土水冲走，民众看到惊一个，唔敢相信。轿车好往土水冲入走，一直到弄着树啊。一声弄一个真正力，规张树啊拢海甲真大个，随后车都互大水淹过。川老用土水南掺着大量石头，对马大安溪顶游灌入社区，淹过道路也有加横，淹要到一站楼悬。这是花莲县万影乡的明里村。对空气的角度来看，本地街路拢互大水淹到无看影。它这个积水还是从马滩溪呢，是直接不断的涌入了台九线，那也导致说整个台九线已经几乎变成了一条水道。公寮在对面这个。哦，你们公寮就在那边是不是？就上面没有做好那个堤防那边，你没有做好，水就跑出边来啦。风台外围环流加东北季风互相影响，花莲上大雨，马大安溪崩山湖的下游，明里大排水沟啊继续溢流。船长讲已经发生过大坡啊。多的时候你们差不多嘛。我们一台车，哇！当船长红彩虹的时阵，想袂到后边的大排搁再溢出来。明里村会遮严重，是因为伊伫马大安溪崩山湖的下游，加江湖乡敢若架一座桥，变若上大雨就上大声受灾。事实上，明里村自前一天暗时就开始做大水，甚至大水对地面的水沟啊汶出来，连三角水拢互冲走。对居民来讲，敢若希望会当好好渡过风台，莫互损失愈来愈严重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